姐好，请坐。好，我做得同强教有关成人的教育的问题嘛。好啊，请问有当上爱了解的部分吗？我那夜爱读小学的，考虑本地第五卡次学，我做得对那位来得到相关资讯咯。哇，人讲做爱论事物，只爱有时教，提早出来葡萄之后，当好。我老天花专本教育局的同事来谈，请记得用天花来同说明，请等一下。好，小相王，当欢喜同服务。王小姐，好。请问你是想要了解为学校形态声音教育的部分是吗？是啊，我成人的准备爱读小学，请问怎样的申请第五卡次学呢？一下声音教育的申請已經線上化，做得提名路項，簽到台中市經營聲音教育申請開審查名，提申請網站登高註冊賬號以後，就做得開始寫申請計劃書，同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嘅課程咧。小姐，什麼說明到按上些？唔是生意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再來詢問。按這些哦。